大家去玩了腾讯刚推出的混元世界模型 1.5 没有？我去看了一下，确实太震撼了。感觉这个模型啊，并不比上段时间和大家体验的李飞飞的那个 MAP 差多少啊。我们现在只需要简单的输入个指令或者上传个图片就能生成各种的风格化的这种 3D 场景。比如这个江南水乡视频，只需要下面这个简单的指令就能生成出来，大家好好体验一下。还有这个360度的 3D 视频非常震撼，我们只需要上传一个图片就能生成出来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炸裂？喜欢的话赶紧去玩起来吧！ AI 产品狙击手每天分享免费AI工具的技巧，关注我啊！